一年一届的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特别开始咯。庙方讲，本地伫咧2年前特别举办200年纪念活动，当着疫情一直延到今才当来举办。这届文化节要甲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、大稻埕在地店家合作，就大家做伙来迎城隍爷。阮要来念歌，互你听。伫咧碰洗车城隍庙头前念歌，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就要起鼓。原地伫2020年，台北下海城隍庙要做来台200年的大型纪念活动，所幸连续2年因为疫情停办，也是缩小规模。到今年才我都搁办理大型的文化节活动。咱自从疫情了后，咱拢唔敢办，人口太多。尤其台东区是一个古城嘛，大家拢要入来啊，阮遐拢一定会喷这个酒精嘛。然后过来就是阮庙的迄个工作人员的控制伫20个人。人讲5月13，人看人就是咧描写迎城隍的场面。这摆文化节嘛，甲大稻埕在地文化团体合作，推出南馆、北馆、市集、花灯展演等等活动。台北下海城隍庙毋但是信仰中心，平常时就真有咧把握每一个机会推广大稻埕。你著双连社吼，甲即个灵安社。不管是暗访还是历史，因这2间拢有出。过来有迄个金狮团，大龙洞的金狮团冒出来。庙方表示，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确实参加迎城隍活动的人有较少。过去上悬一天会使有上千人，今年文化节参加人数估计上悬的是一天会超过500人。庙方也表示，因为庙内空间较矮，会尽量控制庙内人数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